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中级暨中高级认证阅读测验练功宝典。根据中高级课语认证能力指标，学习者必须达成听、说、读、写的各项指标能力，并能够深化语境、复杂句子及有文化学习的能力。所以，两只口腔为了示范用版用名如单稿，做得深度解，卡入深度解文章，来做练习解文本，来加强各项解能力。接下来，我们会使用文本示范练习，加强扩充词汇与掌握抽象、深度语义内涵，以及结合例题进行题型的练习。用版来签两条卡入深度解文章呢？一、做得签全国汉语文竞赛朗读类解题目，该为入一条卡入深度解文章。二、做得系读汉语文学名家解作品。三、未做得投稿各类汉语文竞赛作品来训练阅读能力。四、倒读汉语新闻，老阅读名录新闻稿，透过两条方式，都做得增加理解阅读能力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以蔡承轩的《基冲献鱼》、李怡玉的《牙散木》来进行练习示范。